Hi，我係 Kobe， 38歲，一聽我名就知我中意 Kobe 啦。冇錯，曾經熱愛籃球，一個星期打7日波，出街永遠有個大背囊，波衫波鞋全部都準備好，唔理邊個街場見到人打波，即刻入去跟隊。櫻桃街、九龍中央、維園、修頓、牛津道、寶馬山、百富街，通通都充滿回憶。後來斷咗十字韌帶，朋友一個一個結婚，有自己嘅生活，變到淨係打室內場 C 聯。曾經日日陪住我嘅籃球，就咁慢慢放低咗。最近好熱血咁樣重拾翻籃球，去咗街場射咗100球3分，一開頭一啲信心都冇，心諗自己唔會再係以前嗰個3分射手。但係當我入咗第1球、第2球、第3球，我發現身體嘅感覺仲喺度。最後100球竟然俾我入到51球，靠嘅唔係手感，唔係 muscle memory， 而係截拳道呢一套身體運動系統。截拳道唔止係武術，更加可以令你有意識咁樣掌握身體控制嘅系統，將每一個動作做到精準有效。有興趣知道截拳道點樣提升你運動表現？ follow 我，一齊成為更有效嘅自己。